台中有警察涉嫌甲汽车的代办业者斗空，伪造文书开假罚单，互吊扣直接变吊销。罚款落咧，就会当去领牌，搁再驶上路，减少损失。地检署昨发动搜索，传款涉案的警察、业者，搁有车主到案，其中有5个警察罪嫌重大，交保候传。 员警正常出勤，对我无愿意加讲。台中市警察局第3分局有员警涉嫌开假罚单，透过软法律空芳的方法，互出租车违规吊扣变吊销，重新上路。台中地检署19号指挥警政署、廉政署等单位搜索，传唤员警代办业者甲相关车主到案说明，认定柯姓等5名员警罪嫌重大，以10至12万块交保候传。任涉案员警及汽车代办业者。 涉嫌伪造文书罪嫌重大，分别就许姓员警等5人，预支10万元至12万元交保候传。汽车代办业者部分，王姓被告等7人，预支3万元至30万元拒保之。 本案是汽车代办业者甲警方交结，先互因违规吊扣车牌的汽车上路，警察开无车牌行驶的罚单，依法来吊销车牌，再透过重新验车通过，纳罚款了，就会使重新上路。车主甲租赁车行只要加开一笔罚单的钱，就会使互车重新上路，减少损失。这个法律的空芳已经伫咧今年6月30号了，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行经必须要满半年以上。 才会重新验车领牌的条文。现行的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，已做修正。在今年的，也就是112年的6月30日之后呢，如果在吊扣期间呢，有违反相关规定而被吊销者，必须要在吊扣期满之后呢，再依据这个吊销的规定，6个月之后才可以重新验车领牌。台中市警察局今日透过文字回应，这个案件是由警方主动清查通报。 另外，王姓等7名汽车代办业者，检方是以3至30万块交保候传。另外有2个人限制自机，3个人请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